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、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第8节、罗马书12章第9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要祝福。祝福是好还是咒诅好？我们要跟人家断绝关系，好像看起来比较容易；要与人和睦相处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旧约的传统叫我们要以牙还牙，但耶稣基督却要我们去爱仇敌。所以祝福人是我们在信仰中所领受的诫命，但确实是不容易。就信仰角度而言，上帝对于悖逆的以色列人之真诚的爱，他以怜悯的恩典来接纳他们回转。人们悖逆，但是上帝却是要用慈爱接纳，并以赐福来代替。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先知上帝的话透过先知这样说：耶路撒冷啊，你好比不能生育的女子，但现在你能歌唱，大声欢呼。那被冷落的女子会有许多的子孙，比始终有丈夫陪伴的女子生养更多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，要扩张你居住的帐篷，拉长帐篷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旗子，要向左右扩张你的领土。虽然国土在异族的占领下，你的人民仍然要回归故土。荒芜的城镇将要人烟稠密。不要害怕，你不至于再蒙羞，你不再受委屈。你要忘记少妇时代的羞愧，不再记得寡妇的寂寞。你的创造主是你的丈夫，他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以色列人，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者，他统辖全世界。以色列啊，你像一个年轻的妻子，被丈夫遗弃，忧愁、忧闷、忧伤，但是上主接你回来。他对你说：我暂时的离开你，但我深深的爱你，要接你回来。我生气不理你时是暂时的，我对你的爱却是永久。上主你的救赎者这样宣布了。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必须以爱来相待。因为上帝已经怜悯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要成为怜悯人的人，成为那使人得福的人。罗马书12章第9节到21节，保罗这样对基督徒劝勉，他这样说道：爱人要真诚，要厌弃邪恶，持守良善，要以手足之情相亲相爱，要结成互相敬重，不要偷懒，要努力工作，以火热的心侍奉主，在盼望的当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要让贫穷的弟兄姐妹分享你所有的，要接待异乡人，要祝福迫害你的人。是的，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，跟哭泣的人同哭泣。无论对什么人，要同心彼此关怀，不要心骄气傲，倒要抚救卑微，也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大家看为美好的事，要踊跃去做，要尽你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。朋友们，可为自己报仇，宁可
让上帝的愤怒替代你伸冤。因为圣经说：“主啊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圣经又说：“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就给他吃；渴了，就给他喝。”你这样做会使他脸红耳赤，渐渐的羞愧来交加。所以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不可以以仇报仇，因为信仰不是政治，而是爱的体现。诗篇145篇：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；我的君王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；我要天天感谢你；我要世世代代颂赞你。上主之大，应该大受颂扬。他的伟大无法测量，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他们都要宣布你大能的事迹，他们要诉说你荣耀和尊贵。我要传播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讲论你可畏的大能。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他们要诉说你的良善，歌颂你的公义。上主有恩典，充满怜悯。他不轻易发怒，满有不变的爱。他恩待众生，他恩慈于一切被造物。上主啊，你所造的一切都要颂赞你，你的子民都要感谢你。他们要宣扬你的主权的荣耀，要诉说你的大能。他们要使世人都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知道你国度的荣耀和尊严。他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你要永永远远作王。上主的应许信实可靠，他所做的一切尽都美善。他扶助遭患难的人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。一切生物都仰望你，你按时把食物供给他们，你丰丰富富的供给他们，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。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，但他要消灭邪恶的人。我要赞美上主，愿一切被造永远颂赞他的圣名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上帝的特质，以爱相待，以祝福代替报仇，乐意扶助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